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什么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今透早伫咧金门海峡又过中国渔船并船，中国方面是请求台湾支援，目前是2个人救起来，2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仲文接受业者交台涉嫌施压警察局使用特定规格监视器，佮对家移送，目前检调等去查。台中有民众人走去自助洗衫店的烘衫机内面对咧捧，佮翕望影片传到网络，业者表示讲，这机器会歹，人也可能会中毒。讲到今仔日又过这中国的渔船并船啊，透早伫咧金门海峡并船，6个人跋落海。中国的海事中心请求台湾方面协助搜救，海巡署成立应变中心，派4架巡航舰，中国出动6架救难船艇，目前找到4个人，其中2个过往，也有2个人失踪。海委会证实讲，这是中国渔船伫咱的禁限制水域内面家己并船的。目前在镜头内的是陆方及我方的搜救船只。台湾的海巡舰艇和中国救难船做伙抢时间，咧展开搜救行动。中国渔船万宁鱼6122214号透早传出伫金门东定海峡沉落，有6个船员落海。海巡署接到国搜中心通报，即时成立应变中心。已经救起了4人，那其中2名生还，2名无生命迹象。现场持续由本署4艘巡防艇与6艘救难船舰。陆方的6艘救难船舰共同搜救中。海巡当中派4架巡航舰，中国是派6架救难船舰，赶去现场搜救。失事海域会当看到破渔船。金门部两车营接到指示，由营长带4个畅水员，坐海巡艇去当地海域落水救人。当场到嘛东岸官兵伫水岸协助搜救。不过，说传出中军要求上岛找人，陆军否认讲无接到中国的要求。第一点没有这样的需求，第二点，在我们的这个规则上面，我们也不会允许共军登岛搜索。经过小连续搜救行动，找到4个人，有2人得救，2个人死亡，各2个失踪。因为金门快艇并船案，地处两岸情势紧张，过1个月各发生并船的事件，海巡署谨慎处理。海委会副主任周美国指出，中国渔船是踮咧禁限制水域内0.3海里家己并船，请我们提供救援的协助。那我们他们是一个，他们自己在行驶在我们禁制水域内，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内的一个渔船翻覆。那后续是否有相关事项需要向陆方进行通报或者其他协处事项，海基会将会依照主管机关的嘱托来办理。周美国强调讲，中国船爱申请，才当进入台湾的海域搜救。根据统计，过去3年，中国请求支援有17案，拢总救到119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灵母虐待囡仔死亡的案件，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伫咧行政议会提出社会安全网4点建议，希望中央地方做伙来补破网。另外，外界也质疑讲，这件案件拢无照重大儿童虐待事件的处理程序来调查。卫福部表示，已经修订计划，所有虐待事件拢会开会检讨。那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指示地方甲相关部会，伫1个月内就要提出修法和解决方案，送到立法院审议。这个查甫囡仔伫咧做受养的过渡期间，和年母虐待教死，引起社会注意。但是代志发生3个月了才爆出来，到即马家属也无对外发表任何的看法，引起外界真侪猜测。查甫囡仔阿姨即马透过录音带声明来做回应。案件发生至今，家属都在悲伤当中，也都在处理凯凯的后事。那我们希望整版的内容可以完整的拼凑，希望还原案发事实。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临时变更行程，亲自参加行政议会，就社会安全网提出4点建议，包括中央甲地方的3方共享的机制，做到有利专职医生的制度，中介案治将会比较寄养家庭的标准，佮希望中央会当建立评价年务的全国平台等4大方向。未来我们希望，只要是在出养前的安置收托的保姆，对于他的各项资格的要求，都要比照寄养家庭的标准，也就是相关的考核、评鉴、访视，还有训练等等。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标准拉到跟寄养家庭一样。因为虐待儿童的案件，这个个案是新北市的个案，做受养了交予立法联名转介，同时请台北市的年务照顾，
三方面拢欠缺沟通联络，才会造成这边的悲剧。绿白党团拢开记者会批评中央甲地方互相伫咧杀责任，也质疑社家属到即马拢无回函给台北市政府。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公文，也许是透过电话联系。我们有定一个直辖市、县市政府，如果居托人员发生疑似儿虐或不当对待案件的处理原则跟流程，那我们同仁可能就是请台北市政府要依照这个处理流程跟原则来处理。卫生部保护司表示，已经修订重大儿童虐待事件处理计划，以后无论是伫咧家庭内，也是家庭外的重大儿童虐待案件，拢会规划讨论。李伟讲，一直到即马3岁以下的出养儿童有177位，卫生部应该积极甲各县市的社福单位确认也掌握案例照顾的情形，同时增加访视的频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囡仔防虐待死亡案件，针对双北的卫生局公布接到社会局的通知，接无派囡仔的专职医生，这民众是听甲是气噗噗。就医生建议讲，针对高风险的个案，就要有强制力，配合单位也不时去访视。这款民也讲，现有囡仔伫咧出养进程的案例，无规范主管机关和民间团体权责，呼吁政府就要随解决，前线人员才会当做代志。一回查甫囡仔互儿母虐待死亡的事件，互社会惊吓。外界除了批评是好联名转介问题，对于双北卫生局拢无接到社会局通知，煞毋知影指派幼儿专职医师，也引起计划闹高级级的声音，社情卫生敢是连气。它的出发点是以健康和医疗为主啦。当时其实中央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完整的流程是什么，或者是说收案的对象是什么啦。幼儿专职医师制度为民国109年部分县市推动试办，112年11月起全台踏入适用3岁以下幼儿。收案方式有2种，包括医师自行收案、甲指定收案对象，包括脆弱家庭、发展迟缓、未成年孕产妇等，由地方社会局提供名单予卫生局佮媒合幼儿专职医师来收案照顾，不过计划并无有法律的强制性。儿虐家暴那个需要强制性，没去打预防注射，大概也很难去罚什么，所以这个需要透过通报系统，透过更绵密的转介系统来完成这件事。高风险的案件或者重大伤病的案件，1年都要1次，顶多2次的访视，应该要会同各方面，比如说会同社会局、卫生局、警察局跟医疗人员一起去访视。医师也建议，针对高风险个案，应该有强制力，配合各单位无定期访视。李冠明点出第一线人员的困境，即马针对儿童出养进程案例的法官约佮分散，无规范政府主管机关甲民间团体的权责划分，针对居家托育人员的访视机制，爱采取无有个访视个体权访视频率。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就是看到真实的情况。如果我就被挡在楼下了，我根本也进不去，都看不到人，只能用电话，其实真的会漏掉的。林慧华指出，公司协调无好势，国家无真正承担起照顾责任，也强烈呼吁政府是提出办法解决，唔通互访视员放拒绝。改善儿童出养照顾甲评估，修正相关案底法源，会互保破网，才会当有防危险代志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重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的招待，佮落甲利用这顺的机会，针对警用监视系统移送案，甲台北市警察局等单位施压，暗号这得标厂商要求增加移送，而且使用特定的规格。这件代志互人检举，今日检调有去超议员的救赎，也甲这陈重文和厂商等9个人带回去问话。真侪廉政官来到台北市议会，伫议员的研究室大动作在敲锤，有人赶左箱啊，一直在送资料。这摆调查的对象是国民党3连霸的议员陈重文。监督检察局太认真，被报复，司法迫害，政治追杀。面对镜头背前有涉嫌不法，互廉政人员带登去审问，陈重文连任真侪届议员，过去嘛做过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书记长，和南洋的青年中常委，但即嘛刚入贪污的弊案，互检验锁定。3妹变成2妹，有部分3妹，有部分2妹。秘书长、局长，
有没有违反我们议会做的附带决议？捌真侪摆伫议会关注监视器传输的问题，但检廉即马接到检举，讲陈中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的招待，一直用质询和询问方式要求提关警用监视器的预算，而且用特定的规格，互行成表的厂商暂时发动敲诈，唔来甲陈中文带转来嘛，约谈厂商等等8个人。从2 mega 设到3 mega， 多8600万。这个摄影机在连续用10年了，8600万10年是8.6亿。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专案就关头技术和今年编列的警用监视系统的预算有关系，迄当中嘛引起前台北市长郭文泰不满，伊当面和业者签约伫福市府的任内，当初是一签就25档，伊家己嘛吞润8档。那个是按厂商伫内湖的公司，员工今仔日上班的情形都和平常时同款。这我们不清楚我们主管都不在。对，不好意思。我知道是检方要去搜索之前有跟议会知会，只要是依法执行相关的公务，基本上我们都予以尊重。这波敲诈行动，原来议会早就知影，所以引起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批评，讲检方无具体事证，质疑讲是政治操作。不过，民代技术和厂商在斗空，专案嘛照贪污这罪嫌在侦办，监视会继续对顶管去追查。另外，敢有其他的公职人员涉案嘛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有未成年的查甫选手呢，去新北市新增的运动中心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入去查甫这边的一行了后，选手就伫咧放物件的柜仔头前换衫，一直有教练提醒讲，这顶头有监视器，才发现讲规个换衫的过程拢放翕落来。家长不满现场无经过标示，要求运动中心甲画面抬掉，也互拒绝。即马运动中心也出来解说了。来到新北新增国民运动中心，伫查甫比赛入去，查甫换衫间放物件的图画区域真大，因为敢有注意天棚的顶面，煞有装监视器。有未成年女选手今年1月到遮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都伫这个区域换衫，一直到有人提醒，才发现这个区域有装监视器，规个换衫的过程拢放翕落来，互女选手的家属去甲要提告。这位妈妈非常的担心，她立刻去报案。也调阅了监视器画面，发现不止他的女儿，当下参与比赛许多的选手都被拍下了影像，但是当下呢，他反映要删除画面，遭到拒绝。加上透过议员认证指出，迄天因为赛程安排，加上独立换衫空间不足，比赛选手多数拢伫查某换衫间内的放物件区换衫，也搁加上指控现场无看到监视器警语，就连监视器的监看画面，技术拢放伫柜台的管理人员会当看到。加上认为管理单位付出前涉犯刑法的妨碍秘密罪，等到事发地点，有部分民众表示，唔知影游泳区域的男女放物件区有装监视器。会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那边会有那个监视器？感觉很不好啊，对不对？对小孩子是一种受伤啊，他会觉得说好像都什么都被人家看光光的感觉。我们其实在装监视器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有放。一开始的话可能是用 A4 纸啦，所以可能是真的比较不明显。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把这纸张整个放大，然后字体也放大，然后一再走进去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视线就一定能看到警语。运动中心业者回应，因为店发生放物件图画、偷摕事件加装监视器，目前已经放大工具，有监视器警语，避免有民众无看到。有关未成年女选手换衫画面已经删除，确保袂外流。新北市体育局要求运动中心专门检视换衫间的放物件区域，若有装监视器，爱清楚告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民众走去自助洗衫店的烘衫机内面耍，朋友阁替伊关门拍开机器，互这个烘衫机开始转。而且呢，这个人阁把这个影片抛上网络，背书是要电共款。洗衫店的业者就讲，安尼洗做机器有可能会歹去，人也有可能会一氧化碳中毒。医生也讲，这内面有可能会烧烫伤，千万唔通模仿。下店，一拳就好了。自助洗衫店内，一个查甫人愣伫洗衫座内，锁了伊的朋友关上门，也试开关，人倒伫内底缀咧转，起起哗哗吵闹的过程，全拢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七十地点伫台中，引起网友批评声音，民众看到也感觉真对。太危险了，对，太危险了，因为这样人应该不舒服吧？如果机器故障什么的，因为这是大家烘衣服的地方，进去有一点不太卫生吧。
自助洗衫店一般拢是无人管理，洗脱行拢靠家己投钱，定看会创治，包括调工刷动别人的衫仔，开门互衫仔落落来，将饮料等液体倒入洗剂槽等行为。即摆竟然有人直接弄入洗衫槽，其他业者会督讲，一台机器大约爱20万，这款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洗衫槽害气、甲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一转它一定会烧那个瓦斯出来嘛，尤其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他那个瓦斯就闷在里面，一氧化碳就刚好吸进去啊。他如果运作1分钟，他马上就昏倒了除了肢体的一些烧烫伤之外，甚至有可能时间待久的话，会有一些热衰竭，甚至中暑、脱水的风险。专家提醒民众秘入洗衫槽内时间久，也有可能会有小烫伤、裂衰竭，有密闭空间、惊吓症的人，也会引起心脏、皮肤菜、喘气困难等症头。错误示范千万唔通学，那造成机器故障，那有公安记录，恐惊都要面对业者的讨赔。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走去台北捷运永宁站出口透日头光的玻璃橱架遐藏书包，说害这玻璃呢是规个逼开。站长要求因着爱说明，说是无要配合，佮爬过闸门出站离开。台北捷运调监视器了后，掌握有8位民众，目前已经报警察，也强调会甲因讨赔偿。登去台北捷运永宁站2号出口，采光玻璃下骹暗门头的基座，真明显有人啊烤过的痕，互破坏的玻璃是互打起来防护。看到的民众讲，最近有看到一群人来遮耍厨房，本地敢若伫基座遐耍，后壁煞跳起玻璃顶悬。就是从斜坡这里冲上去，然后跳到玻璃上面，然后再跳下来，就会蹦蹦蹦这样子啊。一个路过的阿姨就跟他说：“你这样是破坏公物哦。”造成大家的不便啦，对，蛮危险的啊，这又不是游乐设施。台北捷运公司讲，12中昼有民众去通知永宁站，讲采光玻璃有一群人伫遐耍厨房。不过站长到现场的时阵，因已经离开啊。调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迄当中有8个查甫民众，已经造成玻璃出现10公分的壁损，佮有2条扣甲一只差不多20公分。迄个暗时，永宁站的站长佮发现这8个民众路卡入站，虽过去要求配合说明，无想到互拒绝，4个人路卡离开，另外4个人佮用扁的出站。严厉谴责违法行为，已经立刻报警追查，将依照这些违法行为涉及大众捷运法的各项规定来分别裁罚，绝不堪待。捷运公司随通报捷运警察和管区的派出所，会顺线来找人，对因的行为违反大众捷运法各项规定的，会分别来裁罚。耍厨房造成玻璃毁损上悬会当罚7,500。无经过验票违规出入车站，大个人上悬嘛会当罚7,500。另外，拒绝配合列车长说明，就是妨碍捷运系统人员执行职务嘛会罚。另外，针对采光玻璃防毁损的部分，会另外各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这屏东明阳大火造成上百人的伤亡，业者也标出公布老实申报危险物品的问题。行政院近来通过经济部的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草案，针对无申报或者是无老实申报业者，罚金上重会当罚到500万，而且要修改主动申报标准加保险的金额，希望政府会当强化源头管理。工作人员塞车啊出入厂区。迄小已经5个月，屏东明阳国际工厂依然是破车者。即届都会查到部分的业者无照实申报危险物品的空客。行政院暂时通过经济部的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草案，针对无申报还申报不实的业者，高档处罚上悬到500万，也都是提高100倍。裁罚的顺序的部分，那裁罚未来再有类似案件业者的违规的时候，地方政府及主管机关就会针对类似的案件直接给予处罚。除了无法处罚的工厂危险物品申报办法，新增加主动申报标准，工厂危险物品投保办法嘛提悬上价保险金额，总保险金额提悬到7200万。不过进前桃园市美福仓土大火，市府北建议工府应该把仓土业列入申报对象，这个无纳入去。经济部处长讲，已经有其他法规做规范。包括我们的一个建筑法，这个部分会针对这个针对的危险物品的一个储存的建筑物的结构，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位置，会有更明确的一个处理。明阳大火致使几百人伤亡，包括4个消防员。消解团体认为，修法的罚金对类似明阳这种大企业来讲，并无影响，建议照营收来提高比例，各个加入刑事责任。地方政府是肯定修法，会当有约束力，嘛甲中央联手。从环境部的化学域，
开始去勾稽危险的化学物质到哪些工厂去，勾稽以后，它会产出一个疑似的危险的名单，通报给各主管机关。明阳的相关责任检讨搁在进行，不过毛立委发现，明阳到单也未列入治安署重大职责地图内底。对此，治安署表示讲，会要求要赶紧来做相关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工业局要伫咧中华鹿港设一个事业废弃物的焚化炉，不过在地是强烈反对，强调中华已经有9座焚化炉，根本就不需要再加一座。今仔日业者举办说明会，反对的民众去到现场抗议，也发生冲突。虽然最后业者有依照计划完成说明会，不过环保团体表示讲，规个会期不公不义，反对者根本就无法度发言来表示因的意见。会行使着一个法律程序主张会期无效。民众头壳包布条，提当地农产品来到前顶焚化炉的说明会，用行动剧大声表达反对起焚化炉的立场。在说明会开始进前，反对设置的民众拍算入去到会场，刷甲内底其他支持起焚化炉的人发生冲突。为了解决全台湾事业废弃物处理设备无够的问题，经济部规划伫鹿港中滨工业区以 BOT 的方式去处理中心。不过，环保团体甲当地人却认为对环境甲经济造成冲击，唔予说明会进行。金井焚化炉它其实有2座，等于加在一起，如果金井焚化炉通过，彰化县就有11座的焚化炉。唯一的诉求就是撤案，彰化县不缺焚化炉。把民众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嘛，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民众不满彰化地区已经有9座焚化炉，而且厂商无摕到建造，就伫去年3月动工。不过警政表示，过程一切拢合法。那我们也被环评的要求，要逐年做减量抵换。那我们会一一的去做减量抵换。他在做建厂的时候，他也有环评嘛，环评的部分也告诉他说，今年3月底的之前，他要举办施工前的说明会，要取得当地居民的一个协调同意。经济部表示，会要求厂商先甲当地民众有共识。警政表示，这是依法摕到的标案，除了会加强甲民众沟通，也会严加监控，减少对环境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伫高雄南仔溪产业园区的2座前院厂，目前正咧施工，也因为工程挖进这半冰山，加上市政府拍算要伫咧半冰山卡的车路改规的分块，对民众表示讲，这山是真丰富的生态，烦恼讲开发了后，这生态会去影响到过道的这个破坏。市政府表示讲，未来会做生态农道，发展到这科技产业，也会兼顾生态甲环境。徛伫半冰山的山顶，会当看到山脚南仔溪园区台积电真远厂也咧施工。第一厂的广告差不多起好啊，第2厂也种地准备要起，施工范围是真大，互遮友真烦恼。因为半冰山内面其实有真侪物种，也是真侪猛禽、青线会经过的所在。安尼开发敢会破坏生态？高雄教会表示，对台积电来高雄设厂是保持客观的态度，是较烦恼周边环境开发甲改变。惊讲，这大的企业来这高雄设厂了后，其实伊后壁可能甲环境带来的这个冲击吼，会去较大啦。这条路以后，伫开发的过程啊，搁迄个以后从遮吼，车来咧去吼，是惊会影响到安尼尔啦。根据鸟友的调查，因捌伫半冰山记录过24种猛禽的经过，阁有鸟仔、蛇、食物等生态。目前台积电也咧评估起第3座的纳米厂，环团毋忘保护半冰山的自然环境。市府也开始生态农道的计划，会为都会公园开始，沿路有半冰山连池潭到茶山，来加做生态农道。也就是从都会公园、半屏山、莲池潭、洲仔湿地。就左营国中校地一路延伸到柴山，发展成生态廊道。另外，市府也规划配合纳米厂的建设，半冰山边仔道路要拓宽，消透交通压力。不过，鸟友也烦恼，道路想挖进半冰山，恐惊有落石、破坏车地等等问题。望市府、民间企业爱互相协调，来维持生态甲经济平衡。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伫当地时间13，联合国伫咧加沙南部拉法的纽什分发中心，去予以色列的军方空袭，上无有5个人死亡。加沙的卫生部表示，目前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1000人。也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是对外讲，当咧计划甲拉法的140多万名居民刷去中部的人道主义岛，不过因无讲这时间爱偌久。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关掉位伫加沙南部拉法的纽什分发中心，因为遮拄啊，予以色列的军方空袭。加沙地区拢总有230万的人口，目前有一半拢伫拉法避难。联合国指出，这场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22人受伤，死者包括至少1名联合国难民救济处的工作人员。以军表示，空袭是因为有哈马斯武装分子藏伫纽什中心，负责向哈马斯提供以军为例的情报。不过，哈马斯否认佮谴责以军扰乱救援物资的分发。حرام احنا مؤسسة دولية يعني احنا كل هذا عشان الناس لو بطلنا نروح ننام في دورنا ليل نهار في الشغل ليل نهار في الشغل عشان خدمة اللاجئين حرام 美国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指出，美国还未收到有关这个事件的细节，不过强调以色列有权爱保护领导援助工作者的安全。The Israeli militar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ve a responsibility and an obligation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the humanitarians can do their job.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if there's a humanitarian facility that's clearly identified, it's not struck. 根据哈马斯卫生部的数据，去年10月初起，以下冲突到达，以军向加沙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3127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伊斯兰在解会已经开始，原本美国、卡达甲埃及集中协调，希望以下伫在解会进程达成停火协议，显然无共识。联合国指出，加沙地区的粮食供应特别无啊。英国外交部13表示，有150吨的物资已经进入加沙，也有大约6个阿拉伯甲西方国家透过降落线向加沙空投物资。当地时间13暗，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声明，以军当计划将拉法地区的140多万民众大部分转移到加沙中部的人道主义岛，佮提供临时住所、食物、水甲其他必需品，也代表以色列会对拉法进行清场行动。不过哈加里无讲确实发动攻击甲转移居民的时间，只强调以色列会伫适当的时机行动，佮需要先甲埃及达成协议。公司新闻新闻评论。罗西亚明仔载就要选总统啊，就算这届有4个人出来选，普廷也是罢免选赢，继续做6年。另外，伫咧乌克兰已经予罗西亚占领的4个州也会参与到这届的投票，但是有居民出来指控讲，有挖罗西亚的人士含野青的官兵来压民众去投票。俄罗斯国旗伫乌克兰方占领的4个州飘扬，民众来到投票所提前投票。俄罗斯总统大选会伫15到17举行，乌克兰占领区内也会举办投票，想要伫一场继续发生的冲突中营造一切正常的形象。Может быть, жизнь лучше будет у нас, может мир наступит, люди не будут гибнуть, как у меня сын погиб, и теперь я не могу добиться ничего. 俄国伫2022年单方面宣布并吞乌克兰扎波罗热、赫尔松、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等4个州。有居民不满清国人士伫武装士兵的陪同，强迫民众投票。俄国当局是假意唬人。这场大选除了普廷，也有3个人登记参选，拢是要挺侵略乌克兰的人士。其他反战的反对派候选人，就算是收集到有够的人数支持，也拢予俄国中选会以文件有错误等理由拒绝因参选。选务人员在直升机前往冰天雪地的严寒极地，予当地居民提前投票。包括住伫西伯利亚甲雅库特地区居民，参关东的驻军拢提前投票。虽然选举结果会当知影，普廷确定会当个胜选，继续执政6年。也不过俄国政府有愿大力竞选，目的是为着要加强普廷伫国内外的执政正当性。目前唯一唔知影的因素，爱看敢是有人响应已经过身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甲伊的遗孀尤利亚的呼吁，发起抗议活动，将票投予普廷以外人选。公司新闻陈伟真编译。
美国众议院23通过法案，要求中国的影音平台 TikTok 抖音国际版本，伫咧法案生效的半年内脱离中国母公司。若准唔食，就袂当伫咧美国营运。真侪网情烦恼讲会做安尼死掉来失业。TikTok 的执行长也呛讲，禁用平台会害创作者减少几落10亿美金的收益，也强调讲会阻止这个法案生效。伫检校前表演清查，时尚网情爱那年。伫 TikTok 平台有真侪迷众，毋过伊即马却拄着危机，因为安全的考虑，美国众议13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法案，要求中国立即跳动公司伫2月后6个月内撤出美国的 TikTok 短影音平台，若无就要禁用这个应用程式。真侪参与爱那年即款的短影音创作者，就烦恼后摆袂当生活。I don't know why we're focusing on like an app that's actually providing income for so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Yeah, it just feels a little misplaced to me, the time and the effort and the energy that's being put into it. 不过，毛创作者甲爱兰尼的想法无同。参与美食网情威利斯翁仔某，因伫几内社群平台介绍纽约的他国料理。虽然TikTok口座顶面追踪者确实是有较侪，面对政府咧做管制，因早就准备好势。Can't just rely on one thing. We also think building community online is one thing, but we're trying to also build a community in real life. 不过，威利斯翁仔某嘛讲，若是禁用 TikTok， 受影响的毋但是网情，有一寡餐厅也是自营商，可能就会失去产品的宣传平台。TikTok 的执行长周秀珠嘛伫众议院表决法案了后，发布一段影片指出讲，禁用 TikTok 的影响30万的美国人的工作。而且是按创作者甲小型企业的落地来，甲抢走数十亿美金。目前法案还要等参议院表决。周秀珠表示讲，公司会继续捍卫使用者的权益，全力阻挡法案生效。公司新闻杨间编译。人讲360行拢会出状元，不管你是要做医生，也是卖水果，只要是正当的头路是逐项好。带观众朋友来看西皮利亚这个所在，一个这里有一种行业是工人爱伫咧零下50度的天气，伫咧溪流顶面，甲这冰呢掘出一个坑，才会当修理准只。来看西伯利亚东北边的俄罗斯沙哈共和国，我郡首都雅库茨克的港口城市扎泰，伫边海勒纳河，规看起拢是冰天雪地，靠港下船拢互冰封掉的，即嘛正拄是修船工人上无闲的时阵。当地船员伫咧热天正无闲，所以船的维修甲保养工作拢是冬天才做。最后有一种正特殊的行业，就是做冰修船。工人用锯仔甲船身下骹的冰层锯开，再搁一地一地搬出来。因为上下骹的船身又安浸伫咧河内面，温度正摄氏零下50-60度，所以顶头的冰角提走了，下骹的溪水正紧就开始结冰。互工人会当愈做愈深，互因修船的工作会当更加顺利进行。Холоднее, тем промерзание лучше.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что в холодную погоду сегодня за 40 перевалило, уже пила бензиновая ведет себя порой неадекватно, замерзает на ходу. 伫遮尔冷的天气做代志，真正真辛苦。高老师就捌伫咧零下63度工作的时阵，甲脚头虎的软骨弄断去。而且做冰修船是爱靠专业加经验，若无注意，乌火的空水果会走入去，人也可能无顺利渡水。Здесь надо думать, здесь надо знать, здесь надо уме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любое невер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ты поймал воду, и все, и вплоть до того, что всю работу можешь утопить, и заново потом придется это брать. Нет,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что это самая сложная работа. Есть работа и посложнее. Ну,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одна из самых сложных. 一个人伫咧冰天雪地内边修船，除了爱唔惊寒，心理素质也真强韧。Бывает иногда замерзаешь, да и от этого какой-то негатив приходит, и неохота работать, хочется домой пойти, хочется всегда кушать, хочется там отдохнуть, расслабиться, приходится себя бороть. 上困难的工作会当造就不凡的韧性加心智。沙哈的修船工人就是上好的典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
讲到目前两岸情势紧张，有外国媒体伫咧报道讲，美国的特种部队已经伫咧台湾来教咱的国军使用无人机作战啊。另外，立委也伫咧关心讲，即美国总统拜登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有编1亿美金要来协助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美国这条钱是无条件提供的，不过这详细内容搁爱讨论。中国铁拳对台湾军事恐吓，外媒报道，美国启动重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历兵部已经上驻台湾，负责协训金门甲澎湖两侧指挥中心。其中，美军协训台湾陆军使用乌式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传出陆军特工部提议采买。国防部长邱国正13表示，国军建军备战有缺点、盲点，透过交流改进问题。看我们有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改进，看他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学习。这一个叫固定的，没有假如说特别要买这个买那个，因此而要买什么，不见得。这交流的范畴。美国去年提供8000万无偿军援台湾，传出包含7舰飞弹、战斗各种太阳机枪、牵涉配料补给、渡船、后勤维保。邱国正表示，是库存装备，不过会应用。另外，美国总统拜登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列1亿美金协助台湾强化协作力。你会关心是不是有偿也是无偿军援？那这1亿元是有偿还是无偿？也一样是无偿。它这个有关这个法案呢，对我们最大的利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标准可以讨论，它不会招揽，我们不会招揽全收。由国防部统整强军5大绕台样态，包含常态性活动、中间地带清剿、联合战备警巡、计划性联训、针对性军演。国军强化战备反制强军，中国各大班线反抗，邱国正依步无度，强军也是要淡化海峡中线。邱国正并不表示有危害，不过会转化加做助力。要把这些敌我的界限划分很清楚，平常在这个界限以内、范围以内，一有状况来，把它当做一个演练、一个范本。针对花莲基地 F-16V 伫大修出场了后进行全效能测试，13试飞了发生空中故障，惊动空军司令校长关心。邱国正表示，不是发动机熄火，试飞时阵发现有紧固电壳倒起来，肯定飞行员依照正常程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社会，大家拢是知识分子，有这读册的功夫。不过讲到你想要做的代志是兴趣处，则针对着这安全的基地，却是无伫咧关注。去年6、7月呢，台中有2个查甫人无经过民航局的同意，而且几落届伫咧桃园机场操作无人机，搁飞入去禁航区内面，致使机场暂停飞机起降。检方侦查终结，依照危害飞行安全罪嫌，甲这2个人提起公诉。伫店内敲找无人机清查飞行记录。去年6、7月，航空警察局几若届接到桃园机场公司航务处的通报，大号3916的无人机违反民用航空法，伫禁航区操作飞行事件。警方除了查到户口伫台中的62姓连的35岁姓黄的嫌犯，嘛查到因2只无人机，一台平板电脑、一台笔记型电脑，且一只，搁有一支手机来做证据。于112年11月3日，将连贤等人弃获，并依违反民用航空法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桃园地检署，并已起诉在案。去年的6月24到7月25日之间，总共有4次驾驶操作无人机进入桃园国际机场红区，危害非常安全。检方查到嫌犯双人明明知影机场周边是限制无人机活动的范围，却无向民航局申请核准。伫去年6月到7月之间，去桃园机场的管制范围操作无人机上少有8摆，其中伫6月29号迄一届，甚至造成桃园机场的跑道暂停起降6分钟。所以检方照危害飞行安全罪嫌，甲2个嫌犯依法提起公诉。桃园机场现在已经建置了无人机侦测系统，目前已经移送了12件违规的事件来移请主管机关来查处。机场公司表示讲，无人机撞入去机场管制范围，若对飞安造成威胁，嘛影响旅客的权益，会依法移送民航局，而且建议爱重罚。若是经过查证是事实，会当处罚新台币30万以上150万以下。
检察机关嘛会当依照危害飞行安全罪嫌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青春只有一摆，不过这囡仔伫咧大有大人是大陪伴，也人生也只有一摆尔。所以即马真侪爸爸妈妈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民间团体是希望推动这讲育婴假会当有更较侪春秋的空间，希望讲会当开放以几工几点钟做单位，而且甲这育婴假延长到囡仔8岁之前，拢会当请。劳动部表示，讲目前正在研究小规模的试办计划，请有意愿的公司部门参与，互劳工以5工、7工的方式来请育婴假，按算伫咧年底进前要来试办。囡仔摕彩球，对着音乐跳舞。头城镇公所宣布，后学期立刻头城订立幼稚园，只要幼稚甲监护人其中一个人逝职，申请完成法定检核定数，公所就发1万奖学金。大中小班第1月通过学期评量，是发学习进步奖学金3000块。那小班的朋友人呢？他只要通过我们那个发展检核的一个部分，就达到这个发放奖学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除了透过发奖学金友善教保环境之外，台湾也因为政治少子化社会，这场甲是友善也影响民众生育家庭意愿。国内目前有育婴停留的规定，每一个家庭满3岁进前，会当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上长会当请2年，不过每一摆袂当超过6个月，若超过6个月需求，上底也只会当申请1个月。以2摆为限，津贴也只发6个月。有民间团体倡议推动育婴假弹性化。开放以2点钟为单位请领，搁延长至少囡仔8岁进前拢会当请。即马劳动部规划执行小规模试办计划，互劳工以5日17日请育婴停留，有计年底进前试办。那能够分期去安排的话，我倒觉得说对雇主也好，对员工也好，应该可以任他们选择嘛，这样我是蛮赞成的啦。觉得这个示范计划还是太保守了一些，它并没有就是说非常积极的一些诱因让雇主来参加。劳动部这边应该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那就是说能不能更积极的跟企业沟通，那收集更多的国内外的案例，他们在例如说人资上怎么样处理，劳动部这边其实可以做得更多。妇女团体认为，政府需要搭配修法配套资源，减轻头家的行政工作，才会当互试办计划带来正面的成效。请头家有意愿参与。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有创新的室内乐团和科技公司合作，做伙打造台湾 AI 组曲，用 AI 谱曲、真人演奏，甚至可会当和戏剧的演奏家做伙来演出。室内乐团一开始演奏，后壁荧幕嘛开始放 AI 生成的台湾美景图。乐团当日表演的嘛是 AI 生成的台湾 AI 组曲，用真好的气势来开始这个演奏。AI 到底是安怎做音乐的？妇孺文教基金会表示讲，这个歌曲是用半年时间创作，先提供 AI 真大量的台湾的音乐，训练 AI 创造出台湾味，开始风格了后，把旋律制作出来，再来决定乐器。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出现了，我们要让人来演出，而不是让 AI 直接用它的音乐冷冰冰的，好像给大家感觉。AI 可会当变做戏剧的音乐家，透过中演语研发的自动对谱的系统，贝多芬钢琴3重奏，智能大钢琴和小提琴，大提琴都交互 AI。它的反应时间必须非常快，多快呢？就像2个音乐家一起演奏的时候，他们2个人之间的默契一样，那么快。研发自动根谱技术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妇孺室内乐团这摆是和罗新堡的科技公司合作，打造台湾味的歌曲。另外，透过中演语自动对谱的技术，让戏剧的音乐家嘛当和真人共台来演奏。基金会认为讲 AI 袂取代人，好好使用 AI， 而且甲带领会当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
苗栗里鱼潭水库目前正在清这水库内面的土山，13所有工人呢，可能是无细力跋落水，就安尼死来失踪啊。苗栗县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畅水，也出动空袭机斗找人。今仔日继续找，有关是找无。警方含路检单位也要调查，看这时间过程感受重大。少阵伫水面超吹，无放弃找每一个所在。救援人员们伫岸边共布在超吹，希望较紧会当找到失踪者。因为水深是超过45公尺，救援人员踏水面在超吹，配合使用锁啊，一边都要拿水家己的安全。到10时下晡，嘛是无发现失踪的人。代志是发生伫13中昼，苗栗的里鱼潭传出有工人跌落去水内面失踪。管理中心讲，迄当中有4个工人是家己驶小型的动力船，要去做清理积沙的作业。但是有一个22岁姓刘的工人想要去便所，就家己驶交通船要登去码头，但是过半点钟拢无登来。可能他开的交通船就这样子回来，要回来到这个码头那我们现在研判可能是在这附近那就发现说船人不见的地方。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第一时间就启动超吹，但是因为无法度确认伊是对倒拉倒去的，无法度设定超吹的热区，超吹过程有难度。现场仅发现空船，研判可能落水地点后，即地进行搜救。苗栗县消防局讲，目前因伫船上要停泊的所在畅水落去找，但是拢还未找到。沙落来会扩大超吹的范围。这项水库抽土所的委外作业是4年，按算是2005年完成，但却传出意外。警方含路检单位嘛会调查，看时间过程敢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无十全，歹无加能，有一好就一歹，绝无两好来相排。有人讲这警察单位若准伫咧徛街附近比较会较安全，敢真正是安尼生呢？来看这台南市警察局拍算要伫咧交通大队西边的一块空地啊，去一栋室内多功能靶场含综合体机馆。这消息一出来，煞引起居民的议论。有人惊讲安全的记录也阁有这噪音的问题。警察局是讲因会符合法令来甲这厝起来。安全方面也有完整的配套，噪音的问题因也会解决。歹人拿手提武器要攻击，警察随提枪起来防备，这是平常时警察咧模拟弹情的情景。每一个员警逐个月就要有8点钟的特殊训练来维持因的机能。即阵南市警察局按算伫咧交通大队西边广场，要去一栋室内多功能靶场甲综合体机馆，也毋过煞引起地方民众无共看法。有人烦恼敢有危险性，嘛有人惊到是有噪音。若无影响到阮是无差啦，莫有迄个噪音的问题啦。因为阮遮是迄个拢主体区，但是做的人较少，拢全反对。所有一寡迄个总移过来伫南区啊，你讲看火葬场要用也无法度，伊都无法度做啊。伊即摆规个一寡迄个南区拢无发展到，伊怎就拢要发展对靶场。训练的同时，就是要甲咱同事伫外口可能发生的状况来做一个结合。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训练要跟实务上来做结合。因为警察因当前训练，爱克服天气甲场地等问题。警察局102年向警政署提案兴建计划，高达总算争取的经费5亿6900多万。针对里面烦恼的噪音问题，警察局回应，训练中心这块地是机关用地，是第3类噪音的管制区，建地规划是55分贝以下。那安全方面，因公路完善的配套措施。建制方式是四面都是墙壁，除了出入口的地方有防爆门，有一个防弹玻璃的建制外，还会设置钢板、设置胶帘、设置胶砖，没有跑出室外的风险了。新的这栋多功能训练中心，按算要116年才通完工。警察局表示，应完全符合相关法令的规定来建设，卖办公听会，要参地方居民持续沟通。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迄户老大人退休了后继续有发挥舞台，专联多元乐学发展协会邀请老大人来学习倒仔椅，希望讲这台语的倒仔椅咧会当训练这老大人学到这项趣味的课程，去到学校教囡仔讲台语。第三，青眉鸟夹着死鸟厝。30外句言语，加做倒仔椅的题目，会当演，会当讲，是大学的向了后，准备要去学校教囡仔
互因哪算哪学台语。因为咱的囡仔吼，即马台语拢袂晓讲，啊老岁仔吼有怀旧，老岁仔较早就跳的拢做好，拢会晓。啊，即马吼老师设计这个，我觉得说吼，你用也有用演的，啊，佫有用讲的，啊，佫有用画图的出来，佫互你去摇迄个图。它这个活动的设计可以让小朋友学习成语，然后长辈呢也可以灵活头脑，然后玩游戏。全营导员落校发展协会举办本土语言老师的培训工作坊，互老大人会当来发挥本土语言的专长，学习台语倒阿姨来当做教材。这个牌卡内底大家看，面顶呢有迄个咱的成语。啊了有咱的图，咱的迄个客俗语的图，下骹有咱的客俗语。咱希望透过这个教材，会当互长辈甲学生来熟悉我们台湾谚语的美好。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日子，来，你讲好话，结好缘。念家己写的物件，老大人透过工作坊培养教囡仔的自信。家己算倒阿姨，阁会当激头脑。协会表示，续来就会甲国小来合作，或是多用因的方式传承台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